當南方俾熱浪焗到透唔到氣，北緯42度以北正迎來一個平均22度嘅涼爽夏天。跟住領華一路向北，沿住國境線行，解鎖中國版圖最北端嘅極致遼闊同清涼，去撫遠迎接中國嘅第一縷陽光，喺烏蘇里江嘅船歌入面邂逅東極猛獸同候鳥天堂，匿入亞爾山嘅20度童話森林，喺大興安嶺嘅林海裏面做一場宮崎駿式嘅夏日美夢，探秘高句麗嘅山巔黃都，泛舟12度嘅地下仙境，一眼望兩國嘅邊境傳奇，等你嚟傾聽。跨過國門，感受俄羅斯遠東風情，反到延吉，喺東方小首爾嘅煙火氣裏面食勻朝鮮族美食，睇丹頂鶴一飛沖天，走入小興安嶺嘅綠野仙蹤，喺中國黃石公園裏面同鹿一齊跳舞，登上長白山，一半春雪一半湖南，赴一場鴨綠江畔嘅桃花盛宴，坐快艇破浪同海鷗並肩，喺莫界玩一場奇幻漂流，睇吊水柳瀑布奔騰咆哮，同馴鹿漫步臨海，走入北歐童話，行入18度嘅龍潭峽谷，仰望千年鳳國寺嘅遼代巨佛，登上千山，行客古城，喺遼西走廊揾個清涼避暑嘅地方，一路向北到北極村等一場綠光童話，橫穿大興安嶺，探秘史綠部落，喺呼倫貝爾草原點起篝火，由東極日出到中俄朝邊境，由火山秘境到臨海草原，東三省嘅夏天係22度嘅清涼，係國境線嘅壯闊，更加係講唔完嘅故事，帶埋屋企人，即刻出發啦！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